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搁一别自接来敬拜咱的主上帝。这时，请咱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明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是请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05首，圣诗第205首。过世得救，做得也看，这人真正有福。上帝无甲伊算不义，这人实在快乐。圣诗205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Oh
时，请咱游玩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睡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人来受苦，定是死埋葬连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所话，上天，他这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下面。用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一，启应文第一，伫圣诗的后面第999页，就是申命记6章。启应文第一。这时，请咱三甲来启应。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啊，着注意听。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主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徛，这时，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学罗你，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真意来敬拜你，学罗你。你是天地的主，宇宙万物的神，你掌管一切，是你赦免阮一切罪，互阮伫基督内面成做新造的人，互阮的性命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互阮会当伫你内底享受一切丰盛甲平安。阮感谢你，主啊，因为有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每一工拢会当倚靠你、亲近你，毋管是欢喜也是忧愁，阮拢会知。主你甲阮同在，互阮袂感觉孤单甲惊吓。因为有你，阮的心会当平静，会当安慰。因为阮知你的恩典永远是够阮用，嘛永远有够野的。主啊，阮嘛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莫贪图世界物质的享受，莫贪爱世间的名利，请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真心、真性、真意来跟对你，来搁较认捌你，互阮会当行伫你合你心意的道路顶面，成做你所用的器具，互阮会当献上家己，为主你来跑走。今日为总会所定国内外宣告奉献主日，求主圣神开路带领因带，透过每一日的读经，互上帝话语进入阮的生活，发出基督甲阮同在的喜乐甲平安。同时，阮会当透过礼拜、团契、小组等等的教会生活，彼此分享。互相建造，行出教会的围墙，服务阮的厝边社区，为水做见证。
一时嘛要为台湾国家安全、民主来祈祷，恳求上帝来掌权、看顾甲保守，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互公义来得胜，互和平早日来临，互这是有在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会当得到医治，也因为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互每一个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主啊，也恳求你保守阮正大家身体健康，其中若有身体欠安病痛的，求你透过医治的大能，医治阮重病痛困扰的兄弟姊妹，用你温暖的大手抱调内心丧向受屈辱的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圣神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毋嘛只是来参加聚会，更会给互相关怀分享，实践主的疼。恳求圣神大大充满伫阮的心内，互阮大家有活泼的生命、健全的心智，活出见证有疼的基督徒来荣耀主的名。同时，嘛要为无来教会敬拜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因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也是身体上的欠安，也是受其他问题的困扰，求主甲因同在，且信心因带赐福因。祝阮今日的敬拜头到尾，愿你来感纳，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牧师的正道传讲上帝的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只是要安静阮的心，好好来领受你要互阮的真理，奋兴阮的心灵，愿意来做主所欢喜的工。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生活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
以上献诗，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只是咱三甲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章是新约有所书2章第8节到第10节，以及雅各书2章14节到17节。有所书2章第8节。以为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因为恁是伊所造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要互咱行伊。另外一位是伫后面264页雅各书2章第14节到17节。雅各书2章14节，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也无行，有啥物利益？即号信会救伊吗？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中间有人甲因讲，通安连去，愿恁穿烧食饱，也竟然无用身躯所欠用的互因，有啥物利益？安尼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以上信息，愿主的话成做咱的帮助。下面讲到牧师今日要互咱的信息是：你做了啥物？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年2025年是西湖教会创设40周年，所以咱伫2025年的一开始，咱就问这4个问题，问咱家己，咱相时也对伫问咱家己这4个问题，咱来思考，咱西湖教会，人讲30而立，40而不惑，那不惑。那咱要怎样，互教会继续向前行？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声，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互阮对伫今仔日礼拜中间，阮所做伙读的圣经经文，主啊。透过你的圣神来亲自对阮讲话，也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对伫圣经中间你的话、你的道理，阮信心会当搁较坚固，阮也会当得到搁较大的疼心的行动力。主啊，阮将阮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伫台湾，咱常常拢听到一寡非基督徒会对咱讲，反正宗教拢是甲人做好啦吼，意思是叫你莫阁讲啊吼，你要甲伊传福音吼，伊就莫阁讲啊啦吼，伊就甲你回一句话，吼，即马咱大家拢真吼。拢嘛真有多元化啦吼，台湾多元化的社会，无像以前吼传福音会互人等石头吼，想想吼，即个南部的巴克利博士吼，互人吼也即个吼即个屎啦吼，
也是讲吼，马开博士伫北部，互人顶石头，甚至有一遍伊讲道的时阵，阁有迄个地方的罗马，吼，摕大石头要来甲伊，要甲伊恐吓啦，吼。即马袂，但是即马咱小熟悉遮的非基督徒，当听到咱甲因传福音的时阵，也是想要招因来教会，因就甲咱回一句话：反正宗教拢好啦，拢是教人做好啦。意思莫阁讲啦。但是实际上，咱诚做基督徒，咱爱思考的一点，咱常常讲上帝的恩典听通，恩典。其实为虾米？咱伫圣经内底，尤其新约，尤其保罗所写互初代教会的批信中间，保罗一直伫遐强调，莫忘记即上帝的恩典，因为伫咱所有基督信仰的道理、信息的中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这是甲其他的宗教差别上大的所在。咱冷静来看，看逐款的宗教，其他的宗教所信的迄个神，其实也会惊信者。台湾有真侪人讲，认去即个妈祖、爷妈祖。迄个行政的迄行的时阵，扔去桥仔骹就会安怎，啊，阁有人真正伫遐做见证，讲本来啦，即个破病偌严重啦，软桥仔骹一个，哇，全部拢好啊，出脱啊！其他宗教的神，好亲像也会惊神者。其他宗教敢毋是拢嘛教咱讲？对人爱有慈悲心啦，爱有疼啦，但是即个东部遐花莲迄个某一个真大的宗教团体，煞不只是偷人的话，迄个画图的话，甲人偷摕去，连咱教会，咱新约圣经的话，甲咱嘛偷摕去，你安知？咱敢有看到有的迄个厝边头尾有人打迄个什么言的，迄个什么语录，讲施比受更为有福，甲咱偷摕咱圣经的道理啦，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咱使徒行传的话对无？咱细汉背金句拢加减背过，施比受更为有福啊。结果咧，某一个宗教团体做一款代志，但是咧。这也表示讲，因也是安尼教，对人爱有慈悲，对人爱有疼心，爱做好事。但是只有咱基督信仰，咱基督徒，咱伫咱信仰个别的内底，咱拢相信，咱也安尼传，就是上帝疼世间人，上帝疼世间人。上帝惊信者，上帝对咱有疼，上帝的慈悲疼痛临到咱，上帝也守护咱有平安甲欢喜。这一切拢是因为上帝疼世间人，所以常常咱伫教会内底。拢会听到牧师拢一直强调上帝疼世间人，是啥物意思？这莫安尼干那念过，世间人也是即个全世界，世间人啥物意思？好人伊嘛听，歹人伊也听，好野人伊也听，丧车人其实上帝也伊的方式来听因。考试100分的上帝也听，咱可能读册较袂晓的，上帝也共款听。只是上帝用伊的方式去听咱每一个人，所以上帝疼世间人，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也是世间人，也是英文讲
，road， 表示讲，毋是咱有才调啦，毋是咱较敖啦，毋是咱较可爱啦，是上帝疼世间人，上帝主动去疼，上帝白白收拾咱。也就是安尼，圣经内底，尤其是新约内底，使徒保罗一直提醒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亲像咱大大所读一父所书内底，保罗搁一遍搁一遍提醒，就是提醒咱基督徒。咱莫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2章8节，敢毋是安尼讲？讲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伫恁本身，是上帝所收赐，毋是出伫恁本身。这就亲像和合本所讲的，不是出于行为，你的行为。表示讲，毋是考试100分的就有汤仔食，然后考试59分的无汤仔食，搁爱互老师拍40个，90分好了，90分，90分不到90分打1下，59分呢打31下，毋是上帝的标准，毋是安尼。若是100分有汤仔食。59分就互老师拍，这毋是恩典，这毋是上帝的疼。为什么？咱常常读新约圣经，拢需要了解一点：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恩典 ？Grace 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收赐，毋是人靠着什么。较去得到的，也毋是人因为家己有怎样，较配得到、配得着，毋是恩典，毋是靠人有啥物家己有啥物才调，有啥物行为，较去交换着的，也毋是你家己高帅富。就会当得到，毋是？为什么？因为恩典的来源就是上帝，上帝是疼世间人的上帝。上帝毋是干那疼好人，上帝毋是干那疼基督徒，上帝毋是干那疼表现好的人，上帝是疼世间人。所以恩典的来源就是这款疼世间人的上帝，因为出对恩典，因为上帝的疼，所以人会当得到恩典。这就是保罗伫以弗所书2章8节所去强调的，毋是出对咱。人，毋是出对咱人，是完全对伫上帝，完全是因为上帝。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收赐，甚至咱也爱思考，白白听着福音，有的人受感动。就有行动，但是有的人听了后咧，左边进去，右边出来，这差别是啥物？你讲共一个人去传的啊，为什么我传这个，伊听到就感动，有行动改变？这个听到继续伫遐心硬。无改变，舞照跳，马照跑。敢是我这个人有分裂人格？不是。
领受恩典的能力、信心，也是上帝的圣神带予咱的，是上帝的圣神透过咱基督徒宣道的行动来改变人。所以有时阵，咱常常迄教导的时阵，咱知影以前老一辈的基督徒拢会安怎？老一辈的教会的会友拢会安怎？讲这事重要，这个代志重要，一定爱找至少长老以上，牧师也是长老，较灵啦。然后呢，若即事来祈祷的感觉，然后会友来祈祷的感觉，好亲像，能力，这个能力值好像少了一点。毋是啦，毋是，信心的来源。信心就是咱领受恩典的能力，是对伫上帝来的，毋是对伫人来的。今仔日有时阵，你会发现讲，我佚佗的朋友，煞对伫信仰、对伫基督信仰、基督道理真有兴趣。我是干那甲伊佚佗尔。然后咧，即个是即个。教会真侪会友讲，牧师啊，伊竟然无相信，明明是厝里的人拢是基督徒，但是伊就是无爱相信，伊就是坚持无爱接受即个信仰。然后咧，咱去传福音啊，一直传，但是无改变。当然时机还未到，但是咱爱了解的一点。就是上帝的圣神，才会当互咱有信心，是出对上帝的圣神，莫将即个传福音的成果，无论成果怎样，拢甲人的快乐连结做伙，毋是对伫人的快乐，是上帝。是上帝定着的计划，是上帝圣神在做工。所以神学家马丁路德，欧洲宗教改革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伊安怎讲？只有靠着家己的理智，也是能力，咱无办法相信耶稣基督，咱也无办法找到耶稣基督。是爱有圣神的呼召，圣神自觉证人，圣神也互咱会当理解、了解上帝的道理，这是出对圣神。所以咱知影，恩典。伫信仰的中间，恩典这项事，甲人生中间其他的代志，其实有非常大的无共款。恩典信仰，甲咱人生中间所做的真侪代志，所经历的真侪代志，其实有真大的无共款。咱人生中间大部分所做的代志是怎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然后咧爱拼才会赢。这是咱人生中间所拄着真多的代志，拢是安尼，爱拼才会赢。所以咧拼落去就会赢。然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咱有时阵会感觉没有收获就是不耕耘，煞变做很喜欢怪罪。咱看咱人生，咱生活中间有真多的所在是怎样？伫学校内底认真读册，咱课本拢背熟，无100分嘛会及格啦吼。然后工作的时阵呢？以前无
牧师嘛做过2个月的业务啦吼，虽然做啊无真成功，但是做业务的人拢安怎知影？你电话加拍，加敲电话，然后咧敲100通电话，至少咧2-3个人会甲你回应。这2-3个人会当回应，中间你就甲伊联络方式记的，然后咧甲伊交朋友加减吼，拢会有生理。也是讲迄个啥物，迄个发传单，吼，有人讲发1000张传单，至少有5-6个，哦，会打电话来问，这个建案哦怎么样啦，吼。但是咧，信用稳定毋是安尼啦，你社交也是安尼，社交也是安尼。但是伫社交的生活中间，有时阵你多送礼。然后呢，大家出去的时阵，你就拢你来出钱，自然而然你就是社交上面很成功，自然而然你就人面广阔。伫生活中间无错真侪所在，咱会当得到偌济，是根据咱的努力，甲咱的表现，但是稳定甲信用，这是出对上帝，毋是出对人。这甲一个人的才调怎样，无拄拄成正比，无拄拄成正比。所以咧，咱对着咱生活经验。拿来拿累积，可能咱有时阵也开始会体会到，就是就算讲咱家己努力，要变成一个所有人眼中的好人，也是咱靠着咱家己努力，要变成别人眼中成功的人。但是常常咱无论怎样。来拍拼，拢无办法尽善尽美100分。但是咱的信用甲咱怎样教？咱的信用是怎样甲咱讲的？讲上帝疼咱，也只是因为即个上帝疼世间人的即个疼，咱会当得到改变。咱会当得到赦免，咱会当得到新的生命，毋是咱人靠着啥物来交换上帝的疼，是上帝白白收拾咱，是上帝的圣神伫咱心中伫遐做工。所以咧，想到这。Can't buy me la l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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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无绝对无可能靠着家己的才调、知识、财物，就会当交换着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当你想讲会当靠着家己来交换上帝的疼，交换上帝的恩典，做成的是啥物？咱煞看家己哪来哪搞，煞变做骄傲，变做自我中心，反倒当咱所要追求的，煞愈来愈无办法得到。所以就用下这，因为恩典是上帝白白收拾咱的，咱学习这个道理了后，咱谦卑咱家己，咱莫看家己遐高，咱完全焦点伫上帝，咱等待圣神做工，咱也知影。上帝的恩典毋是靠人家己做啥物来做迄款利益交换，但是这也毋是代表讲
咱回应上帝的恩典，就是啥物拢莫做，咱也莫走过头，走极端。真是有一寡人将因的宗教生活完全限定伫个人甲伊所相信的神的即款的关系，敢若限制伫个人，我好就好，我心中有平安就好，我家己得到保庇就好。但是即款的宗教观，拄啊好是雅各书内底所批判的，家己好就好，然后上帝知就好，然后我得到保庇，我求平安就好。即款的宗教观拄啊好是雅各书一直甲咱教讲，咱袂当安尼做的。所以雅各书也讲啊真有道理。用一个譬如来讲，就好亲像咱看到别人遭有着大问题、恶担当的问题，咱看到别人陷落伫苦难的中间的时阵，咱敢是会当干那回应两个字平安哦，平安，然后咧平安，然后真紧就伫边仔行过去。然后好亲像船过水无痕，啥物当做啥物拢无看到，当做啥物拢毋知。新约圣经雅各书就是提醒咱基督徒，就是上帝的恩典，互咱催逼咱爱回应上帝的听，用啥物来回应？用行动来回应。咱爱知影，信仰也是信心，毋是干那讲家己相信某一个教义，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心。信仰也是信心，爱表现伫有具体行动，爱表现出有行动的生命。所以雅各书2章14节安尼讲，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也无行有啥物利益？即号信会救伊吗？17节也安尼讲安尼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因为行动是信仰的一部分。行动是信心的一部分，所以咱爱注意到咱有啥物会当做的，有啥物是咱会当服务正人的，是啥物会当咱分享信仰的机会。咱爱抓牢迄个机会，咱爱找到迄个管道，咱爱把握迄个时机。第二，咱爱根据上帝的听筒，上帝的听，所互咱的即个计划、即个蓝图，上帝听筒的蓝图来规划咱家己的生活。亲像咱真好，咱拢将礼拜早起留落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上帝听的蓝图来规划咱的生活。伫遮，咱敬拜上帝，上时咧，咱兄弟姊妹彼此关心，面对面来关心，这是超越咱敢若伫网络，也是敢若用电话的关心，搁较亲近的。然后，咱也爱回应的上帝，咱回应上帝的慈悲疼痛，这就是咱家己爱改变。咱家己的生活形态，亲像咱真好，咱第一个改变就是啥物？咱礼拜早起劳服上帝，咱伫遮做伙同心敬拜上帝，这就是第一个上基础的生活形态改变。
所以咱大家真正拢爱替咱家己拍鋪啊，咱生活有改变，但是咱嘛是爱进一步，就是咱无过是为着家己来活，咱是追求正人的利益，来取代咱原本干那自我中心的生活观，咱追求正人的利益。所以咱长老教会伫台湾，咱关怀社会，这就是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咱毋是顾好家己就好，咱关心着社会，咱不只是求家己受保庇，心内平静安稳、平安欢喜就好。咱追求正人的利益，咱无过是干那为着家己来活。过来，咱也爱愿意付出咱的才能、时间，甚至是咱所有的资源，咱为着互其他的人，搁较有机会来接触到上帝的疼，并且搁较有机会来认捌伊。所以今仔日是国内话宣道主日，但是即个奉献地啊还未寄过来，因为原来所定的是19号，但是咱因为19号有搁较重要的一个代志，所以咱提早来12号，但是也毋望咱也爱有对伫。咱总会中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中会的国内外宣道的事工，来共同关心大道，佮奉献。所以咱愿意为着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国内外事工来奉献的兄弟，会当礼拜煞来找咱的出力。最后讲一个深色的故事。美国有一个拖拉机的司机叫做 Larry Waters， 伊是1949年出世，1993年过身。这个 Waters， 这个拖拉机司机，伊对细汉伊的梦就是会当做一个飞行员，会当驶飞行机。但是真不幸呢，伊甲牧师同款，真细汉就近视，所以无办法实现飞行梦。但是呢，这个梦想一直伫伊的心中，所以1982年，迄年伊33岁，1982年的7月2号。伊就将迄个美国的亭拢真大，拢会放啥物折叠椅 （long chair） 折叠椅，伊坐伫伊的厝后亭内底，就突发奇想，我讲，我若是将我即个折叠椅绑真多气象的氦气球，安尼我就会当飞起来。然后要安怎降落？美国有真侪枪嘛，伊就一个安尼甲迄个气球一个一个来击破，生力变少，自然就降落伊突发奇想，所以伊伫因兜亭后亭内底的折叠椅绑45个气象氦气球，然后对伫伊的后亭起飞。然后飞了45分钟，上悬飞到4200公尺遐悬，所以伊即个壮举，互伊得到一个绰号，叫做“折叠椅飞行员”。这伊的相片，看了感觉真好耍啊！左边的是伊飞行的那个英姿，右边的。
伊去互警察掠，后壁警察车美国的警察车以前就是乌白伊去互警察掠，伊因为即个冒险的行动，互警察掠，然后伊互警察开罚单，无照飞行，然后侵入机场领空，罚款$4000。1982年的$4000，迄当阵40块，换1箍啊，40块台票换$1。1982年，所以这是当时台票啦，这16万。为着伊的飞行梦，伊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过新闻记者问伊，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真冒险的行动？这个 Larry Waters， 这个拖拉机司机，伊回答是啥物 ？A man cannot just sit around。人总是袂当规工闲闲坐伫遐，人总是袂当规工闲闲坐伫遐，这就是伊的回答。留意听这，讲到传福音，讲到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白白予咱的慈悲、疼痛甲恩典。这个 Larry Waters 所讲的即句话，真正值得咱常常放伫心中。A man can't just sit around， 人总是袂讲规工坐咧，所以愿咱也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疼痛，也互咱会当用咱家己的行动投入伫宣道的事工。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真正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提醒阮，就是你的恩典是白白予阮，因为你的疼超越一切，你疼阮，无在伫阮能力悬低，你疼阮，毋是在伫阮伫人眼中是可爱无可爱，你疼阮，因为你的疼，就亲像出日头照着好人甲歹人，落雨伫义人甲不义的人。你是爱阮，因为圣神做工，你爱阮得到改变，你爱阮有信心来跟对你、亲近你。所以主啊，愿只有立志用阮疼心的行动来回应你的疼，愿只有立志是予阮家己得到你的话的造就，予阮哪来哪捌你的道理，予阮也会当成做迄个福音的种子。种伫阮的社区，用阮的行动来关心着阮四周围需要关心的人，用阮的行动来关心阮社会需要关心的代志。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时刻刻引带阮、带领阮，也教导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互相勉励。这时，请咱大家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309首，圣诗309首。阿罗关灵上主，拆除敬兄为像，自接同信成做一家，无论远近捌疏，阿罗基督十架，互咱和睦。圣诗309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Oh
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唱妹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先开手报。咱欢迎有这个出这事的朋友，吼，这个吴姐妹吼，啊，搁一个工厂路的朋友，吼，这两个拢捌来，欢迎继续来参加咱的礼拜聚会。报告事项吼，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请兄弟姊妹为国内外宣道事工代祷甲奉献。第二，下主日是1月19号，为教会设教40周年，礼拜后举行新春大拜扫，请兄弟姊妹来共同参与吼。第三，教会年度会员互会定伫2月16日礼拜后要举行，请兄弟姊妹预留时间来出席会员互会各单位的报告内容即个文字档吼，请伫下主日进前交互咱牧师来做一个会诊，啊了后编做会员的手册吼。第四，下主日是咱教会设教40周年纪念。啊！这题目甲经文启用爱圣诗金句，请咱大家家己来看。咱看倒边的即个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日练唱是上午8点45分。咱早间礼拜即个祈祷会是每礼拜拜5暗。7点半吼，啊，插会班是每个月一遍，拢伫拜六的上午10点。咱早间祈祷会中节，咱嘛家己来看吼。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看，啊若有毋对的，咱则即个。民兵执事也是唱片执事来见证吼。是咱来看咱圣港事奉，即礼拜交代是社保这甲所长老吼，啊插花是咱昨昏的插花班，啊庆寿是我本人。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
书会工长老，书琴义节执事，领唱是杨长老，书宪是明斌执事甲吴勇执事，交代是友来兄甲谢聪姐，插花是江老师，清扫谢宝姐。咱来看正边下面的本州金句吼，是以佛所书2章10节，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批判的，要互咱行伊。就是请咱用台语来读2遍了，再用国语搁读1遍，来大家请。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批判的，要互咱行伊。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批判的，互咱行伊。我们先是带恶工作，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章10节。这是请咱大家来共安，互相请安。好，平安。最近吼，这个天气吼，确实拢变化真大像这个流感来，还是什么麻疹吼，拢开始在流行吼。请大家爱出外来，爱注意。我骨头顶礼拜是去佚佗，结果嘛是感冒转来，所以顶礼拜4月转来是规个牙喉拢肿起来，拢袂讲话，再紧甲即个唱的甲迄个杨长老来换吼。就是嘛转来嘛是有去看医生啦。人因咧讲，听讲是讲迄个即个人风咱请个医生伊真有天良啦，所以伊袂甲你下重药啦，所以得好足慢啦。去看3遍，结果拢无改善啦。甲拜五暗查经基督会的时阵唱尾还佫甲讲，哎哟，你扫甲安尼，你若喙开就开始扫，你是要怎输会？我会敢若放开车甲伊讲，我无要紧啦，上帝下讲免烦恼啦。结果我拜6早早起接到即个谢宝姐互我的电话甲我讲一个偏方啦，就是即个足简单的葱头咱一般买转来葱头，甲迄个根卸掉，甲迄个尾溜迄个膜去丝仔卸掉就好啊。迄个毋通掰，就是讲迄个外壳毋免掰掉。干那个洗就好洗互清气。我是，伊是讲从头用除起先甲除空你先啦。我是无，我是甲切做4周，干那个放咧碗，放咧电锅，用差不多2杯的水，大概可能吹头20分至半点钟久，调个安尼互伊啉，安尼先来啉着。结果即个偏方的效果比药啥物佫较好用。这咱知影佫在食的时阵这个咱是拢毋是啥物化学的物件，所以等大家若是以后若是有即个会扫还是扫袂好的时阵即个偏方会使来试看卖，佫简单足简单的，葱头佫足俗的，电锅大家厝拢有，吹一下一粒葱头大放咧碗咧你切完的时阵迄个汤佫差不多会有20-30 cc， 佫甜真好啉，以上大家甲大家来分享者这是请咱来吟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当要散花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对主军队主骹步，
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圣诗396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咱就要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疼痛。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让主庇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请坐，列岛闭会。